好，来继续来看花莲马大安溪崩山湖进前一楼，光复乡大马村的村长王祖安提前报销来撤离，所以规个庄头拢真平安，无人伤亡。讲这村长小连续一2个月奔波，加上灾后中间的压力，操劳过度，结果发烧破病。 紧急送病院，来开刀，昨已经顺利完成着手术了。村长是天离的病床顶，向大家报平安。感谢所有关心我的人，谢谢你们。倒伫咧病床讲话有气无力，不过也是甲大家报平安。花莲光复大马村村长王志安发烧紧急送医，19号已经开刀了，人平安顺利。我就跟他说，他这段时间就休息个几天啦。 那才有能力回去村里面为乡亲继续打拼。村长的胆、肝拢有发炎，才会烧袂退。不过村长拢破病，要是袂放心庄仔头的代志，互人伫国外查某囝就唔甘。 做台湾查某脚球队队长王尚辉，目前带队伫咧国外，真烦恼。爸爸发问讲，上烦恼的代志要是发生啊！最后第56天，爸爸因为伤操劳开始发烧，发炎指数还搁咧爬悬。伊知影爸爸一直惊调咧，无好好休困，在前期间拢无离开庄仔头，甲责任打咧。做查某囝的，敢会当祈祷牵挂，最后嘛替爸爸甲村民讲，庄仔头的代志甲物资拢先暂停。 王志安村长伫崩山湖头一摆崩花进前，就提前撤离，方认为讲救规庄仔头的人，最后阁是守伫咧庄仔守护村民，总是徛伫咧上头前行来行去，就是要确认村民的安全。抢修、丁建、日也操、暝也操。 红色警戒撤离几落摆，拢陪村民无用东无用西，毋过超人嘛会忝，就连去病院都拢真热贴。村民听到消息，嘛拢足唔甘。真的很辛苦，他是我们算光复乡的英雄啊。做事蛮认真的啊，也很积极，早就康复了。因为我们还很需要他，只有他能处理我们村里的大小事啊。 好佳在手术了后，恢复状况拢真好。村长嘛希望村民唔免烦恼，伊会好好静养，再个倒转去庄仔头，继续和大家徛斗阵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